今仔日是台南市人的纪念主日，我嘛真欢喜，做个同齐代表台南市人院向咱来请安报告，请咱拢继续迄市人院伫遐来祈祷，伫遐来奉献，互市内教育会当培养更较侪适当的传道者来甲建教的同工，来继续提供。所以咱简单先来请安，我嘛咱继续关心这个市人的事工，请三甲妈来祈祷。亲爱的姊妹上帝，多谢你，通过阮拄则有了阮的敬拜、赞美，或者是阮的祈祷、阮的诗班的献诗，阮所做一切，就是要欢迎主你临在伫阮中间。主，阮也常常会晓邀请你来进入阮的生活，进入阮的内心，来掌管。主，你就要来引带阮行一世行道路，阮的一生就无惊歪错，阮就要常常体会甲主你相甲行甜蜜，互阮亲像拄则师傅遮所讲的，阮无论顺境逆境，阮要体会上帝你的稳定保佑环境，阮要勇敢来迎接每一天上帝你所赏赐阮的日子，毋然呢，阮嘛要通过。伫每一天的生活，通过阮的所行所做来见证上帝你的名。所以，即时我们对你的话中来学习，怎样有分享的生活，愿上帝你的灵光三角地地，恳求你的灵真心来教导阮，互阮讲的、听的，平平伫你面前得到帮赞。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前礼拜前，真欢喜有一个朋友。透过网络传互我一个真温暖的故事。迄个温暖的故事是讲，伫澳洲有一个看起来无啥物饲理的，就是讲无真响吧的即个细卡箱但是引起全世界差不多250万的人伫遐来订阅。这到底是一个啥物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尼讲，伫澳洲有一个真爱读册的大叔咱讲大叔这大人伊真爱读册，真爱买册，嘛真爱看册。但是日子一个久，麻烦来安尼，因为真爱买册要足侪册看了愈囤愈侪，就甲伫个厝册愈囤愈侪。对遮个家己真爱的册，因为囤了伤久，开始有灰尘、有营养嘛有时佫有虫要来咬。到底要怎样去处理？伊买真侪册，有真宝贝，这个册但是放伤久读了放伤久，有开始有灰尘，嘛有时虫会来甲咬，到底要怎样去处理？我毋知，若是咱的时阵，你会安怎处理？要等掉，可能你会感觉足毋甘，这册咧买的时阵足贵阮伫新人院有影有时咧买册安尼一部册拢足贵。我会记以前咧买迄个注解册，外国册一部拢几万块的有时用无册是放伫遐里面真个心会足有甘的。到底要怎处理？遮侪册要怎处理？就伫一开始在这个伫遐咧毋知影要怎处理的时阵，有一天伊去图书馆，因为真爱看册，伊去走去图书馆，对着一个囡仔摕一本册坐伫迄个壁角仔咧看甲足。彬彬有礼的时阵，伊忽然间有一个灵机讲灵机一动，讲咱细汉的时阵，咱做囡仔读册，咱迄册敢是拢伫遐交换我看了嘛，你看，你看了嘛，我看。伊讲大汉的时阵，咱做大人敢袂使安尼，咱敢袂使甲咱的册卖摕出来分享，摕出来交换安尼毋然会使互即个讲有营养的册，会使重新来发挥伊的功能，而且嘛会当省一大笔的钱，敢是？所以有想讲灵机一动，伊就走转去，伊转去开始去买原料，去买即个木材。咱知影伫国外的在更过迄个信箱拢做甲诚水，伊就讲迄个信箱去做一项真水的茶箱甲伊读了。伊所爱真宝贝者拢甲藏伫个内面安尼。等伊做放伫遐时阵，
有个人就开始走来问讲，讲某啦，啊你安尼，你遮后个车拢甲放伫遐，啊你敢毋惊嘛？人甲你偷摕去吗？吼，真侪人真好奇的啦。啊，伊就甲伊解释讲，无啦，你某误会吼，遮个车啊嘛，拢是要摕出来甲大家吼来分享，大家交换来读的吼。啊，你会使自由取悦吼，你无要收费啦，你会使自由地去看咧吼。哇，啊伊这个故乡一个讲了吼，我开始甲伊的故乡分享了，啊，就侪人甲这个消息开始去传几了后，开始是安怎，有这囡仔来，吼，坐当因兜的草坪啊吼，摕迄个电视看，看甲足欢喜。后来大人经过嘛真好奇，我哪有即款的册，所以看着讲，家己期待久无买着的册，竟然真有吼，大人嘛摕来看吼，所以无论大人囡仔，哇，伊个厝头前都愈来愈闹热吼。伊看到这个情形，伊无想着讲，奇怪吼，我一个细骹箱底册尔吼，竟然互社区的人嘛，本来拢诚清楚身份吼，互动无真好势，伫遐来看册吼，哇，大家变做好朋友吼。毋然呢，社区愈来愈团结吼。伊感觉讲哇，这个真正实在是真无简单吼。伊无想到这个结果吼。毋然呢，伊搁较无想到是啥物？伊个册牌伫遐拢无减少去，伊个册牌伫遐拢无减少去，因为大家人拢有默契。有默契就是讲，我若人摕一本册转去，我就爱搁来放一本册甲补入去。所以这个代志嘛，一个传开了后，哇，对墨尔本开始到受益，差不多讲一个旋风啦。足侪人开始拢伫遐伫咧厝的头前做这茶箱甲册摕出来甲大家分享伫遐交换伫遐甲这个社区的人伫遐真好互动。这个大叔刚甲伊这个故事铺起这个网站，结果一天尔差不多几天啦2天中间讲250万的人去订迄个赞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真温暖的故事，感谢。毋但讲这个故事真温暖、真趣味，我嘛伫这个杂志看了一下，讲英国的广播公司嘛做一个真趣味的报道啦，英国广播公司伊做一个报道，伊安怎讲？伊讲伫法国即马拄咧流行老少配讲这个法国咧流行老少配听到有个人可能就开始心内咧偷笑讲这是有啥物？老的新郎甲少年的新娘是毋是安尼请你毋好误解这毋是咧讲男女关系这是咧讲一个新的形态共享家庭什么叫做新的形态共享家庭？就是讲，伊咧鼓励有一个这个非营利组织伊叫做2代共住的这个非营利组织，伊咧鼓励一个代志，讲你甲看即马坐这个年长的人，咱讲这长辈，伊经济真好爱食老敢若一个大，厝遐大间。伊讲若这大间的厝，有法度来用较低较俗的这个房租，来做少年的，或者口袋不深或者少年的，甲伊做伙大，安尼是毋是一个真好的这个观念？伊讲特别，伊讲你若是这个年长的厝头家你欢喜用较俗的这个房租，互附带，当然毋是讲这下要来吃的午餐伊讲附带讲，你少年人虽然房租较俗，但是你用你劳务啦，你就是安怎到做厝里的代志安尼伊讲安尼来做伙大，试看看，叫大效果足好咧。伊讲有一位这个韩国去法国读册留学生只要用4000块尔就住了一间这个一个老大人伊一个退休的老师家己伫郊外伫巴黎的郊外有一栋独栋的厝敢住家己一个尔结果伊用4000块就甲伊住做伙，伊就是负责负责这个厝里大细汉的杂事安尼但是这个长辈伊嘛道理伊这个囡仔这个少年无伫咧有啥物代志处理的时阵，
伊就帮伊处理。啊，一寡新的即个知识，电脑啊、啥物啊，吼，这真新的知识，啊，这少年就甲教，结果安怎？哇，这个家庭安怎？讲这个吼，差不多讲妈孙啊安尼吼，竟然住啊足欢喜的安尼吼。我感觉这两个故事真正真有意思吼，真正真有意思。小小的一个分享，啊，但是安怎带来足大生活改变，佮带来足大。啊，这款的精神是一个新的点子吗？你也想这是一个新的点子吗？这是一个新的想法吗？其实你若去研究圣经无啦，这是一个新的想法。你看咱初代教会福音是安怎我都传开，吼，咱的初代教会是安怎福音我都传开去，就是你看《使徒行传》第2章所写的，就是这当时的会友啊。伊讲凡物公用，物件有诶就送较济来教会，啊无诶嘛来，伫遐做诶个生活，享受团契生活。讲迄款诶生活，得到济人伫边看讲，哇，这个团契有够好，这教会有够好，所以讲，你若甲圣经讲得救的人，上帝把得救的人就天天加给他们。初代教会是安尼传开诶，毋安尼哦，福音初代教会是安尼建立诶。但是这个福音安怎传开，倒一个嘛是同款啊！你去查圣经来看着讲，有真正会友啊嘛，早期信徒因欢喜开放家己家庭，啊，比如讲路地啊，还是讲阿基拉、阿古拉、别基拉，还是讲腓利，真正人因欢喜开放家己家庭来接受这个使徒，因有法度去啊。伊个传福音有所在好大，而且伊开放家己家庭来聚会，所以你看教会对遐开始建立福音就来传开，这真正是无简单。早起咱足欢喜看到几位咱国外转来会兄弟，包括咱看弟兄的大姐，也是个亲人，咱嘛看到讲就反正即个囝甲伊媳妇拢是国外居住。咱遮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教会。台湾人教会是安怎传开的？早期嘛是拢去查经班的，查经班的意思就是讲，伊的自小我较大简单无，欢喜开放遮个人，遮个伫遐的乡亲，啊是讲兄弟姊妹来处理查经，伫遐开始教会建立。我真欢喜，阮李顺生教会嘛，还有一位兄弟已经退休啊。但是夫妇伫连大地区做开放家庭的工作，来邀请遐个来到美国读册而且无论你读所在，咱台湾包括即摆讲中国，而且青年人拼命处理查经，煮饭互因食，逐年拢引带真侪人信主，有时咧想讲咱可能咱台湾其他生愈来愈少因住伫北卡。可能爱结束即款的工作，但是无咧，当然上帝拢来准备所以你会感觉讲其实无论是早期的教会，或者是现代你讲较近代教会的建立，拢是为欢喜彼此来分享，伫遐来受建立的。伫顶礼拜阮教会嘛真欢喜，遮有女同学有一个真新的经验，就是讲，我有一个会友，哇，伊买一间厝足水，就发达，当然嘛真贵安尼但是伊讲来，请恁来我的厝新厝看看，哇，有影真水，敢若这个讲招待一老交一天，哇，我咧看讲足有气派，搁有花园，搁有这个咖啡会使啉，所以搁你会使泡温泉，哇，家己伫遐坐，足快乐的下晡时我就是咧想讲，这咱家己就无算咱有法度去做即种工作哪有法度即种即个 VIP 级的享受但是呢，这个姊妹因欢喜分享，真人就伫遐享受伊伊的欢喜，嘛拄啊祝福伊的中间。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分享其实是一个真水的代志。但是我再去特别用这个题目，要甲咱提醒，就是讲分享这个观念是咱信仰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咱若甲你问讲，啊，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价值是，当然你会讲足侪我来听啦，吼，侪这代志，但是分享是一个重要紧的价值的价值。你看今咱所读的圣经，当找一个人要出来互约翰洗礼的时阵，你看约翰讲的话足强嘞，约翰讲哇，独裁将为啥物人吼来支持恁投票吼，这个吼将来嘿，这个受气。吼，伊讲恁着爱建到反悔吼，会当三八项的规矩。伊讲毋通心内甲你讲，我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呢，吼，我咧做生是阿伯拉罕，所以我一定得照我。讲无，伊讲吼，恁若伊讲吼，上帝当对这石头吼来形起阿伯拉罕的定数，意思就是讲，若信上帝对这石头中间嘛要形起吼，一定有信仰的人吼。所以讲，斧头已经放伫树头后。你若无结好果子，拢要甲，拢会树仔拢要甲错来。所以众人听着，哇，着惊，着甲问讲啊，你话，请问讲要安怎做？有两句话足要紧，伊讲恁若问领衫的咯，你就去分互人，吼，啊有食物的嘛着安尼，嘛着安尼做。有两领衫，你就去分互人，啊你若有食物的嘛爱去上班安尼做。我想当然，今仔日对人就讲你转去马上，你可能领衫拢马上无人，但是要讲啥物？讲欢喜分享，欢喜分享。你甲看，咱的主是欢喜分享。咱的主若毋是分享伊的性命，咱今日咱我都坐伫遮，吼。啊，咱的主互咱的命令讲，啊，你着爱疼上帝疼人，另外佫加一条啥物命令？讲你着彼此相疼。咱咧读圣经，咱大家讲做算理所当然。咱感觉彼此相疼有简单吗？彼此相爱。哦，你甲我疼，我袂，我甲你疼，都考虑一下。哦，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到时咧吼，人较济人是要欢喜彼此相爱。就是你欢喜甲人分享啊，你欢喜甲人分享，才有法度做着彼此相疼。无你若拢自私，你哪有可能讲？去做彼此相疼，啊，有时你要分享，看起来是安怎？看起来是诚贵，对无？但是事实，咱若真想，迄是足无开始的。哦，我捌读过一个故事，讲有一个这爷爷吼，一个这老阿公吼，啊伊为伊的孙仔来过生日，哦，啊这个伊的孙仔过生了后，哇，伊嘛是共阮看到一间啊真大间的厝啊，都豪宅啊，阁有花园啊，但是无快乐啊，因为伊的孙仔就无一个啊，吼，逐工起来就是冷清清的吼，啊看这间大间厝，啊伊要点心去做快乐。有一个亲人看伊安尼吼，看袂落讲啊，这阿公啊，恁安尼哦，逐工过安尼日子，过安尼日子吼，讲我甲你建议吼，你若有法开放你的厝，你甲社区的人讲，欢迎所有囡仔拢来阮兜佚佗，吼，社区的囡仔拢欢迎你来我花园佚佗，伊讲较好，我紧啊，你做看卖咧啊，吼，啊有影伊家伊的厝吼，开放互这社区的囡仔拢来。哇！大家一来哦，说得足欢喜，爷爷好，爷爷好，爷爷好棒哦！啊，大家咧走拢叫爷爷。本来是一个孙仔，但是伊把伊的这个家庭开放了后喏，变做足侪孙仔拢伫咧中。他重新找到快乐，分享看起来是损失，但是安怎？其实背后上帝祝福是超过你所想的，哦。我嘛阁看到一个真欢喜的消息，伫咱的大概2年前，咱台湾有一个吼，有一个迄个小提琴的天才，叫做周宇谦，然后毋知有注意到这个名。伊伫4年一摆吼，伫迄个叫做吼柴可夫斯基吼，伫迄个小提琴大赛内面吼，伊竟然摕到第2名啦。啊，迄年第1名从缺，所以意思伊是冠军，足无简单嘞，吼。啊，毋若伊这个名次差不多是华人吼上代上代伫世界中间上界悬的名次，柴可夫斯基迄是世界级的吼，爱比赛会第2名吼。啊，结果伊才几岁？伊20岁尔，吼，20岁就拿到这个柴可夫斯基世界这个小提琴大赛的第2名。
足无简单。当然伊有天赋，伊就足努力，伊有这天分，嘛足努力。但是，伫个报道中间，你来甲看吼，伊是安怎有法度摕到遮尔大个一个奖吼？佫有一个真要紧的因素，因为有一个人叫做许文龙，大概咱中间拢捌的吼，奇美美术博物馆的负责人，伊听到伊要出国比赛，伊借伊一支世界名琴。几啊千万的世界名琴，少讲这回再去比赛结果伫遐有真好的成绩，真好的成绩，宝剑配名宝剑配英雄名琴配这个金老板，结果伫遐有真水的成绩。所以早起我甲咱讲，无人有真侪故事中，咱要甲咱讲一真了紧的代志。你看早期开始来信主的人。约翰安怎甲伊讲，恁若有2领衫，你要怎做？2领衫就去甲人分互人，有食面嘛，共款咱分出去，去分享，这人有安尼做无？有初代教会这会友事实是安尼做，所以咱看到安怎，教会伫遐得到建立，侪人拢伫遐得到救。澳洲，你看这个大叔，就小看顾上尔，顾上若定家厝里看了伤济，蹲了伤济，毋知要放伫倒位册，伊甲做一个插箱甲伊的册放伫遐。去拉近人跟人的距离，共同愈团结。通过这，我就知你要甲咱想讲，到底咱有啥物代志会使，有啥物物件会使甲人分享啊无？咱欢喜把这个分享精神继续来发挥啊无？我们愿意把分享的精神重新来发挥嘛？你会想讲，咱有啥物代志？无论你个人，无论咱的教会、咱的家庭，有啥物会使甲人分享？可能有人讲无我无啥物材料要甲人分享。其实我甲人讲，对教会来讲，咱马上有的就是个空间，就是咱马上会当分享就是咱的空间，咱的空间。咱的空间，咱教会真好咧，要使用率了真悬有讲过一礼拜用一摆，多大间安尼可能咧想讲若干安尼毋免啦，嘛免记遐水，拢互逐礼拜去做圆山大饭店也是迄国际会议厅，佫足僻的安尼佫比伫教会聚会佫较迄落咱是安怎用遮大空间？就是咱爱会晓去分享嘛关键这项我知你也特别甲咱肯定甲咱肯定，咱教会真正有心，咱就做引法主我感觉这是真正咱的长老咱的会友大家拢真有心我感觉这是足要紧的。讲教会我要做社区工作，我安怎做呢？管理一条巷仔底，讲做生理的连锁就拢做生意煞大家走转去来。咱伫遮做引法主来偌济人，建会顶了先报告一下，即摆偌济人？应该80个呢，哇，这宝贝呢！咱有时咧招人讲要来教会听报道会，歹势我袂用，但是即摆引法主所在一个人，贵妇师傅伊身躯顶个贵本是一个讲一份的，哇惨要甲赶煞要赶去倒位？这贵讲互阮有所在好去所讲好遐有一群猪恁就去负担伊的身躯结果走去猪的身躯顶，马上甲猪就撞去地头，哇！边个人遮伫遐大遮安怎？爬上你来你看甲阮甲阮安尼遮5000只猪马上拢安尼做死你走，把伊所赶走。但是伊个故事我足感动的，耶稣看到什么？耶稣看到什么？耶稣看到咱的灵魂咧，看到得救咧，一个人得救，比几千万投入去都搁较有价值咧。咱今仔日咱教会，咱来开放，互人来用，咱这付出偌济咱就伫遐若伫遐计较，我感觉是足无彩。咱来讲，搁来，请你搁招较侪人来享受上帝的盼望你有机会来信耶稣，这是咱要去做的。咱莫讲我无当做啥物，其实当人来的时阵，咱欢喜甲伊做朋友，伫边仔甲伊
来斗互使啊，是讲啊有时要唱歌现现中袂晓，祈祷袂晓，咱来斗帮手。你所有拥有的，毋是讲啊你出足侪钱，要讲甲你分享就是我有钱，毋是啦。你的时间、金钱、你的听，拢会使伫遐分享。你若欢喜分享，水的事就要发生。啊，毋然呢，迄个最后的祝福是伫你本身，要互你的生活愈丰富。咱三个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的恩，祝你互阮变成教会是无定大的福气。阮有家己一栋的即个建筑物，阮有坐坐听主你的兄弟，但是今仔日阮伫遮会当做生命，主啊，今仔日圣经同人讲，阮咧当做就是分享，将你的听来分出去，毋是干那阮家己伫遮咧享受，家己伫搬入教会，伫遐咧学了主感谢主，毋是安尼。若是安尼的时阵，